中央社记者潘志毅台北23日电，台湾首座离岸风场海洋风电于去年6月完成新台币187亿元专案融资，并在今天宣布获国际专案融资专业媒体 PFI 亚太区再生能源专案融资奖。海洋风电一计划在年底商转。PFI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指出，海洋风电获奖原因为海洋风电是台湾首座离岸风场，其融资为亚太地区首笔离岸风电专案融资，由11家台湾本地及国际银行共同提供，也是丹麦国家出口信贷 EKF 第一次在台湾参与的融资案。海洋风电 Formosa I 为台湾首座离岸风电风场，且为示范风产，股东为麦格里资本公司持股50%，沃旭能源持股35%，上尾持股15%。日前因离岸风电趸购费率可能从每度5.8元调降至5.1元的疑虑，离岸风电开发商沃旭能源丹麦总部通知台厂已动工的合约停止执行，未动工的合约重新议价。不过，沃旭能源与上尾投控、麦格里资本共同开发的海洋风电风场适用2017年的趸购费率，不论今年新定的离岸风电趸购费率是否调降，都不受影响，仍依正常进度施工，预计年底商业运转。海洋风电由上尾新能源公司负责海洋风电开发管理，沃旭能源提供海洋风电咨询服务，并与麦格里资本密切合作，完成项目的开发和建设。另外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及中部电力公司合资成立的 JERA 公司，于2018年底同意取得32.5%海洋风电股权，此项投资将待相关单位关审查核可后完成。业者说，海洋风电开发包含2阶段，第一阶段容量800万瓦 MW， 2只风机已于2016年10月安装。第二阶段容量120 MW， 预计2019年年底商业运转，地点位于台湾西北苗栗县海岸约2至6公里处。编辑：苏志宗，108-0123。